今集探店日記，華仔帶大家嚟到麥街甲擺廿街62號嘅美麗軒。聽聞呢間店啱啱新開張，就已經吸引唔少食客專程過嚟打卡。皆因店內有3款特色美食，相當有話題。到底有幾特別？今次華仔就帶大家一齊嚟試味。喺拍攝過程中遇到我哋嘅小粉絲洋洋，華仔即場邀請佢加入，擔任今集嘅試食嘉賓，同華仔一齊為大家試味。第一款特色美食就係美麗軒嘅鮮肉蛋撻。一開始華仔聽到都有啲好奇，不過一試就知非同凡響。啱啱出爐嘅鮮肉蛋撻，熱辣辣，香氣十足，蛋撻皮酥脆鬆軟，入邊飽滿嘅肉餡，層次感好豐富，鹹香之中又帶住撻皮嘅酥香。平時食蛋撻都係甜品，但呢個肉餡蛋撻就變咗一款小食，甜鹹結合嘅味道獨特。講真，華仔第一次見到，原來蛋撻都可以咁食，而且呢款鮮肉蛋撻仲有3種口味，有豬肉、牛肉同雞肉，每款都各有特色。值得推薦嘅就係美麗軒嘅招牌炒飯，佢哋對用料好有要求。炒飯專用米，特意選用黑龍江炒米飯1號。呢款米最大特色就係粒粒分明，唔黏唔糊。炒出嚟嘅炒飯每一粒都鬆香爽口，口感十足。今日我哋就點咗一份本漏炒飯試食，炒得乾身香口，配料豐富，米粒分明，入口香氣濃郁，食落口感超正。講到生煎包，相信大家都食過。其實生煎包主要分為清水派同埋混水派。混水派通常以皮薄、肉緊、汁多見稱，而今日華仔要介紹嘅就係美麗軒嘅特色混水派生煎包。咬落去湯汁爆開，鮮甜美味，肉餡飽滿入味，每一啖都可以嘗到肉餡嘅鮮香同湯汁嘅濃郁，加上皮薄底脆，所以咬落去外脆內暖。無論你中意食生煎包、小籠包，定係想點一碗熱騰騰嘅湯麵，又或者嚟一份精緻點心，都可以嚟美麗軒一試。因為今集華仔粉絲專屬福利就係美麗軒新張期間，所有美食都享有9折優惠。